電腦凳炸穿 OL 下身，呢十幾塊鐵碎、螺絲同膠片都係喺傷者阿雪肚裏面攞出嚟㗎。住喺福建廈門嘅佢係女文員，星期二晚沖完涼坐喺電腦凳度吹頭，唔夠30秒，連百幾米外嘅村民都聽到，仲以為爆煤氣。阿雪細佬以為地震，聽到家姐嗌咗幾聲痛，唔使1分鐘就暈咗。張凳炸到爛晒，中間穿咗個窿，金屬條仲爭啲插咗入阿雪嘅 pat pat。醫生發現碎片好似散彈槍子彈咁，由肛門直入，射穿陰道同直腸，部分仲去到子宮。醫生做咗5個鐘手術，都未攞得晒啲碎片出嚟。24歲嘅阿雪保得住條命，但至少要3個月至好得翻。出事張凳喺內地賣140蚊人仔，1個星期前阿雪嘅朋友送㗎，已經買咗2年，睇唔到係邊間內地生產商。凳底連銅牌都冇塊，靠氣壓嚟升高升低。呢一款凳唔係第一次炸傷人㗎啦，專家話係生產商用咗壓縮空氣，而唔係較內熱嘅氮氣。當張凳上上落落，會令氣壓臂內升溫。如果氣壓臂嘅金屬用料差，活塞又漏氣嘅話，一坐落去氣壓臂就會谷爆，威力超過200磅。香港消委會話呢3年嚟未收過電腦凳爆炸嘅報告。而我哋依家坐緊嘅凳分為氣壓同油壓，油壓凳甚少發生意外。